唔知你有冇呢個感覺？就係孖展呢樣嘢好危險㗎。香港嘅電視劇主角破產都係因為借咗孖展炒期貨、炒股票㗎。但係其實孖展有冇咁恐怖呢？今日我就會同你拆解孖展係咩？點運作？仲有最容易中伏嘅風險，同埋點樣管理呢啲風險呢？歡迎嚟到阿尼投資功課，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。等我陪你由零開始，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。本內容僅供資訊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財務建議。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。乜嘢係孖展？喺金融市場，孖展英文係 margin， 就係指向券商借錢或者用抵押品嚟做投資，去放大潛在回報。簡單講，孖展可以令投資者買到比自己現金更多嘅資產，因為券商會借錢俾你，而你買入嘅資產本身就會做抵押。孖展其實就係一種槓桿，即係用少啲本金控制更大嘅倉位，同你問銀行借錢買樓嘅性質都相似嘅。如果想知多啲槓桿背後原理，就快啲睇翻呢一條片啦。乜嘢係孖展戶口？證券戶口有分兩個種類，第一種係現金戶口。現金戶口比較簡單，你只能用自己嘅資金去買賣，唔可以向券商借錢或者借股票。例如你戶口入邊有10000蚊，就最多買到10000蚊嘅股票。第二種係孖展戶口。孖展戶口容許投資者向券商借錢買股票或者其他資產，而戶口入邊嘅資產就會用嚟做抵押，從而令買嘅數量可以更多。喺香港，孖展戶口受證監會 SFC 監管，由券商提供。開孖展戶口通常要有最低資金要求，披露更多嘅人財務資料，例如收入、簽協議同埋風險聲明。孖展點樣運作？孖展運作方式係容許投資者向券商借錢，提升購買力，但係要維持一定嘅資產淨值比例，以確保可以承受虧損。第一樣嘢係初始保證金 （Initial Margin）。初始保證金係開孖展倉位嗰陣最低要放入嘅資金。例如你想買20000蚊股票，用孖展可能只需放10000蚊，其餘10000蚊由券商借出。呢個例子入邊，因為你用10000蚊就控制咗20000蚊嘅倉位，呢一個投資嘅槓桿比例就係2:1啦。而你嘅購買力 （Buying Power） 就係你現金加孖展借貸可以拎去投資嘅總金額。例如有10000蚊本金，孖展比例50%，購買力就係20000蚊。隨住市值變動，購買力都會浮動。美股嘅初始保證金一般係股票價格嘅50%，港股則因股票唔同，可以借大約30%至50%，有少量股票可以去到70%。期貨同期權嘅初始保證金要求就更加低，槓桿比例更高。由於玩法唔同，我呢條片就唔講住。如果想知多啲期貨係咩嚟，佢嘅保證金要求又係點樣，就快啲留言期貨，等我知你想知多啲期貨嘅知識啦。第二樣嘢，維持保證金 Maintenance Margin。開倉之後，你要確保戶口淨值唔會跌低過一個最低比例。一般股票嚟講，係倉位總值嘅25%至30%啦。呢個叫維持保證金。如果資產價格下跌，令你嘅淨值跌穿咗呢個水平，就會觸發 call 孖展，又叫 Margin Call 追繳保證金，要求你加錢補倉，或者券商被逼斬倉。例如你用10000蚊本金加10000蚊孖展，買咗20000蚊股票，跌到17000蚊時，扣除孖展10000蚊之後，你賬戶淨值係剩翻7000蚊。維持保證金要求就會係17000蚊17000蚊嘅25%，就係4250蚊。暫時冇俾人 call 孖展住，但係如果股票繼續跌落去，跌到個維持保證金唔夠，就會俾人 call 孖展。例如你嘅倉位嘅股票繼續跌落去，跌到13000蚊嘅時候，賬戶淨值就剩翻3000蚊，而維持保證金嘅要求就係13000蚊嘅25%，即係3250蚊。你嘅維持保證金唔足夠去繼續持有而家嘅倉位，從而觸發咗 call 孖展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你就要入錢去孖展戶口，我哋叫做補倉。如果唔補倉會點？如果唔喺限期內加錢或者自己賣出，券商有權直接幫你賣出資產去償還券商借俾你嘅錢，呢個又叫做斬倉。而如果蝕多個本金，自己就要補齊差額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記得撳個 like 支持。
因為你嘅支持會幫我做更多財務知識教學。孖展戶口有咩用途？第一，你可以用槓桿買入資產，你用少咗自己嘅錢，借錢買多啲數量嘅股票，賺錢嘅時候就放大潛在收益。當然風險都會高咗啦。一陣我哋會講到，例如啱啱嘅例子，你有10000蚊嘅，如果你唔用孖展嘅話，如果股票上升10%，你就會賺到1000蚊，即係10%回報。但係如果你使用咗孖展借咗券商10000蚊嘅話，你嘅成本20000蚊，如果股票升10% 嘅話，你就會賺緊2000蚊，即係20% 嘅回報。第二，有咗孖展戶口之後，你可以做沽空 short selling。你本身冇呢隻股票，你問券商借股票賣出，博佢跌中咗之後，再買翻入嚟平倉，賺取差價。第三，有咗孖展戶口，你可以用唔同嘅期權策略，你要符合孖展要求，先可以做好多 short 期權等策略。如果你只有現金戶口，基本上好多牽涉到 short 期權嘅策略都用唔到。第四，孖展提供緊急流動性，你可以借錢應急，唔使即刻賣資產。講完孖展嘅用途，咁孖展有咩風險？第一，放大損失。孖展係一種槓桿，用孖展買資產，回報更大，但係輸嘅時候損失亦會被放大。例如啱啱嘅例子，你有10000蚊嘅，如果你唔用孖展嘅話，如果股票下跌10%，你就會蝕1000蚊，即係10% 虧損。但係如果你使用咗孖展借咗券商10000蚊嘅話，你嘅成本20000蚊，如果股票跌10%嘅話，你就會蝕緊2000蚊，即係20% 嘅虧損。第二，孖展有利息成本，如果買入嘅資產升得唔夠多嘅話，孖展利息會降低整體回報。第三，借得太多會有 call 孖展嘅風險，當資產跌到低過維持保證金比例，就要加錢入戶口補倉，或者被逼斬倉啊。即使後來個資產升翻上嚟都好，因為你已經俾證券行斬咗倉，資產後來點升都唔關你事啦。所以孖展並唔適合所有嘅投資者，尤其係初學者。孖展適合有經驗嘅交易者。如果你都想知孖展適合唔適合自己，留言話我知。你講到孖展咁恐怖，咁初學者唔試過又唔會知係乜嘢嚟，咁又點算好呢？以下就係一啲新手用孖展嘅風險管理貼士。第一，槓桿由細做起，一開始細細咁，只用組合嘅10%至20%嚟做孖展，熟悉咗之後，先再增加個注碼。第二，每日監察，每日留意戶口淨值，跌超過10%要有提醒，睇下距離 call 孖展仲有幾遠啊。第三，要考慮計孖展成本，例如用孖展之前要計好風險回報比，如果預期嘅回報係及唔上利息開支，咁就不如唔好借啦。第四，要有各種嘅風險管理計劃，例如分散投資、設定止蝕位等等。如果未知點樣做風險管理嘅話，就快啲睇翻呢一條片啊！最後可以用模擬戶口練習，係真係真金白銀用孖展之前，先用模擬戶口模擬借孖展。熟習下點樣計孖展，模擬下借多啲嘅時候會賺多咗幾多，同埋蝕多咗幾多，又要模擬下俾人 call 孖展同埋斬倉，同埋練習下唔同嘅風險管理嘅策略。訓練3個月之後，熟悉咗孖展嘅機制，先至再正式用孖展。總結嚟講，有咗孖展戶口之後，你會多咗啲操作空間，例如你可以做沽空、賣期權等等，而你都會可以問券商攞到啲流動性。孖展可以幫你放大回報，但同時都會放大風險。如果你係新手，記住由細開始，同埋做足風險管理啦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阿黎投資功課。我哋下次再見。